很抱歉，我没办法按照你的计划去过我的人生。现在是与你无关了，顾西西，你自由了。Cici， 对，这个品牌呢，一开始只是网店，最近开了实体店，还是和文业集团合作的，刚刚官宣了，而且还有个小道消息，顾西西是 Alex 钦点的主理人。Alex 钦点的主理人？对，我闺蜜是 Alex 的助理，她说这个消息千真万确。Alex 怎么会选择他？如果顾西西真的成了 Enjoy 的主理人的话，那 One More 的命运就真的是跟她息息相关了。你说这个女人真的是好厉害，她居然用这种手段紧紧的就攥住了尹思辰。喂，花花，你还在社交网站工作吗？我这有条消息，绝对可靠。快看一下微博。不是 ，Alex 钦点顾西西的事情，除了你我之外，还有谁知道？这属于商业机密，在没有确定之前，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至于 Alex 那边，那店只有他跟他助理。难道是他？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事情？你自己做的，你不知道？我做什么了？外贸并购Enjoy遭信源危机，顾西西为原创品牌拒绝 Alex。好了，不要再念了。我说过我可以解决这件事情，你只要给我点时间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为了自己顺利开店，不惜放出这样的消息。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，我不像你那么卑鄙。我卑鄙？对，你确实可以用任何手段强迫我答应你想要的事情。拜你所赐，我已经换了新的电池。你说什么？新的电池？你不知道吗？因为你不希望我开店，所以你就用卑劣的手段去抢占我的店铺。这些我都已经知道，房东已经告诉我。不过现在这件事情不重要了 ，Alex 的事情与我无关，不是我做的。我也不愿意相信是你做的，但是除了你，我想不到别人。而且你是唯一的事件受益者。现在全世界都知道，才华横溢、又独立又有个性的设计师顾西西，拒绝了 Alex， 创立了自己的品牌。很抱歉，我没办法按照你的计划去过我的人生。虽然说我拒绝了 Alex， 但这种事情我不会做。现在是与你无关了，顾西西，你自由了。